去到第二集啊？係啊，我叫佢自己錄㗎。從醫院入院嗰日開始，我手上面戴住嘅嗰隻死人嘅塑料手環，上面記載住我嘅名同埋血型。而家佢嘅顏色由藍色轉咗去白色。呢個就係安寧病房嘅標誌，手環係白色。同埋你可以做任何嘢㗎，喺一個安寧病房，你睇電視啦，有乜鬼嘢係冇人會阻止你㗎。你同埋係咯，每日都要食藥啦，咁樣咯。跟住就好 free 㗎，你食乜完全係唔係問題，因為咧就死啦嘛，係咪？寬敞嘅房間，白色嘅塑料手環，只可以拉開15cm 嘅窗戶。呢個就係安寧病房嘅標誌，7樓嘅標誌。喺電視台開始播無聊嘅新春節目嘅時候，我嚟到7樓，又淨係嗰個新年伊始嘅時候，我結識咗呢一位女孩。其實佢唔係女孩嘅，佢女人嚟㗎啦。The CC 正式開始啦！我7樓，2005年冬天嘅7樓。走廊嘅一側，護士值班室嘅對面，有一處發揮住休息室作用嘅場所。喺呢一間冷清嘅房，係屋啊，佢寫屋㗎嚇，擺住咗幾張梳化同埋摺凳，同埋有一台好大屏幕嘅電視機。28英寸嘅屏幕度，仲喺度播緊無聊嘅新出特別節目。有一位女仔正喺度漫不經心咁樣睇住嗰啲嘅無聊節目。細小嘅身體，粉紅色嘅衣服，係睡衣，手腕佩戴住同我相同嘅白色手環。垂到腰間嘅長髮，俾我一個好深刻嘅印象。嚟啦，要講呢個規矩啦。劇頭，我沙呢個節目有咩意思咩？我隨意咁問，因為環境太過冷清，身不由己咁樣同佢搭上咗話。嘢，女仔簡短咁樣回答我，甚至係連望我都冇望。佢似乎根本就冇將我放喺心上，仲係一面咁無聊咁樣睇住電視節目。既然咁無聊，不如唔好睇啦。喺安寧病房，你只可以一係睇電視，一係周圍咁行，不過你都睇你都冇咁好啦，係咪？儘管心裏面係咁諗，但我都同樣咁樣喺接凳度坐起嚟，然後同佢一齊傻瓜瓜咁樣望住個電視，冇嘢可以做，亦都冇嘢可以做，亦都冇嘢能夠做到。我哋漫不作聲咁睇住個電視，熒光幕出現嘅係嗰啲每年必演嘅鄉村節目，無聊嘅口技，毫無新意嘅搞怪，6歲都睇穿咗嘅魔術，諸如此類。我仍然都會傳出主持人傻氣嘅大笑聲，嗰個笑聲就喺咁明朗寬敞嘅房間度乾結咁樣迴盪住。呢？女仔突然開口，但佢嘅視線冇由電視度移開。你係第幾次啊？咩第幾次啊？係第幾次嚟到7樓啊？對唔住啊，我唔明你喺度問緊乜嘢啊？係啊，原來你係第一次。雖然我唔明喺度佢喺度講緊啲乜嘢，但佢似乎自説自話到揾到答案。既然呢度冇其他人，呢個就係我嘅義務啦。義務？呢個係不成文嘅規矩。佢點咗點頭向我解釋，有啲嘢必須要向初次嚟到呢度嘅人説明。呢個係存在於7樓嘅一條不成文嘅規矩。我仲係唔明喺度講緊啲乜嘢，蠢到你啊 ！Ouch！ 係啊，你碌嗰個滑輪呢係可以回顧嗰啲咁樣嘅劇情㗎嚇。但係似乎唔理我嘅滿頭嘅霧水，自顧自地咁樣緩緩開口話，咁樣仔細聽我講，我就會講一次嘅啫。佢緩緩咁樣解説住，佢
佢嘅解說同嚟到呢度之前嘅醫生對我解釋嘅內容有啲唔同。按照嗰位醫生嘅事務性解說，留喺呢度係為咗等待醫療技術嘅進步。廢話，呢度係俾你等死嘅，同時都係為咗調整心理嘅狀態。No， 呢度係俾你等死，俾你做好心理準備，俾你等死，明唔明啊？但按照嗰位女孩講嘅嘢，呢啲只係不過係安慰人嘅說話啫。州裏呢度喺呢間醫院度係唯一一處唔會進行任何治療活動嘅地方，呢度只係俾你等待生命延續嘅地方。佢咁樣解釋話，我相信咗佢嘅講法，因為我有住同樣嘅預感。我已經第二次啦。第二次啲乜嘢？係第二次嚟到呢度。冇，係你如果出院呢，再入返嚟呢度第三次呢，你冇第四次噶啦，代表住下一次拜拜。佢繼續解說住，就算係咁，都係唔會俾病人死到一刻留咗出路嘅。就算冇辦法治療嘅話，但係狀態比較好，佢都係會俾病人返到屋企。不過當病情惡化嘅話，就又要返到嚟呢度咯。就係咁樣來來回回咁樣等待住死亡，又或者向屋企，又或者7樓，兩者之間總會有一定其中一處迎嚟死亡。邊個都唔可以逃離呢一種命運。佢講嘅第二次就係一個意思，我只係講一次嘅咋。跟住嚟嘅嘢，你要好好聽清楚。佢又試住發美嘅電視畫面繼續講，佢所講嘅並唔係熄燈時間之類啊嗰啲嘢，佢話俾我知嘅完全唔同嘅嘢。第三次就時出院嘅時候，就做好心理準備，唔會有第四次，你冇辦法再去返到屋企噶啦。假如想走嘅話，唔好去 A 車站，要去 B 車站。咁係同呢一個水星儀有關嘅。唔去 A 車站係因為 A 車站呢，通常有大部分嘅醫護人員呢會喺嗰度搭車啦。咁你如果喺嗰度走呢，必死無疑啦。所以一定要去 B 車站啊！咩都唔好食，咁係最快捷嘅手段，亦都同時可以減輕家人負擔嘅最佳方法。梗係啦，因為你喺嗰度食啊住啊，你都要溫你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呢，唔食嘢呢，就盡快可以燃燒自己嘅生命，咁樣呢，咪盡快啲死咯。咁家人咪唔使俾咁多嘅醫藥費咯。OK？ 全部都係呢啲咁沉重嘅話題，或者呢就係7樓之間暫居者嘅，即將面對死亡人之間嘅積年累月咁流傳落嚟嘅心得啩。你啱啱講到嘅義務就係講緊呢個？係啊。今後你都要將佢傳達俾初嚟你呢度嘅人。講完佢就企咗起身，揚起長髮掠過我嘅鼻尖。我而家要去度體溫啦。講完佢就轉身就離開咗休息室啦。冷清嘅房間裏面，只剩返電視聲，唔係電視中傳來嘅笑聲，同埋擺喺窗邊嘅白色花。直到離開，佢都冇望過我一眼。其實嗰個白色花係咪水仙啊？1月10號啊，幾日之後就係事。新春嘅特輯終於完啦，中學都係開課嘅時候。呢一日，我哋依然又喺休息室嗰度呆呆咁樣睇住電視。係啊，其實呢個遊戲呢，有好多說話係不停咁重複噶咋。9分鐘，唉，真係無聊啊。係啊，盡管嘴上面係咁講，但我哋依然都係望住電視嘅畫面。唉，呢條總係都係咁樣噶。我唔明你喺度問緊乜嘢？我係話呢條總係咁冷清嘅。除咗護士、醫生同埋咩打針嗰啲，就冇見過其他人都嚟呢度啊！仲有各自嘅家屬。係啱啱過完新年嘅原因？你想知道原因咩？我唔係咁嘅意思。咁我就唔講啦。我哋偶然先會有呢一種短暫嘅交流。微風從15cm 嘅窗口吹入屋裏面，時會搖動佢嗰頭長髮嘅同時，亦
搖擺窗邊嘅嗰盤嘅白色花。我哋每一日都係睇住咁無聊嘅電視節目，毫無作為咁樣打發住時間。噠噠噠！哎呀，你哋兩個都喺呢度啊！走入嚟嘅一位中年嘅護士，根據偶然瞄到去護士值班室嘅景象，推測到佢應該係7樓嘅護士長。做咩啊，賴俊美？體溫唔高啊嘛？白之咪唔高。賴俊美，呢個大概就係佢個名啦。係啊，佢係賴俊美啊，點啊？今日，唉，咁後啊，唔好私自跑去外邊啊！知唔知啊？大家都會好擔心㗎。唔使你擔心。唉，點可以咁講㗎？真係最靚嘅細路真係令人冇辦法。護士長呢喋喋不休咁樣餓咗好耐，但佢呢個叫賴俊美嘅女仔就冇去聽呢啲幾嘅大道理，就好似冇感覺到嗰個囉嗦嘅護士存在咁樣，直直咁樣望住眼前無聊嘅電視畫面。係因為其實佢係經歷咗呢個水仙兒嘅故事度呢，佢先變得咁封閉㗎。因為我又唔算啦，我劇透啦，我唔理啦。因為水仙兒嗰度呢，佢就認識咗一個人叫做姬子啦嚇。姬子同佢都幾要好下㗎。依家今個月仲未話收費幾錢嘅，我諗電話。其實啲事就停咗一陣，過咗一陣，嗰陣唔好忘記去驗血啊！講完，護士就轉身返到去值班室裏面。我話你啊，我可唔可以叫你賴俊美啊？佢手腕捲住嘅白色塑料手環，我睇住上面嘅名同埋血型咁問：做咩啊，賴俊美？點解要直呼我嘅名？啊？你明明比我年紀仲要細，咁樣你點解咁肯定我嘅比你嘅年紀細啊？但其實呢，賴俊美係大過佢嘅。係啦，得啦。唔咩點解，只係咁覺得啫。我並唔係因為比佢話年紀細而感到氣憤，只係無論用邊方面睇，我都比佢大5、6歲先啱咩？傻瓜，其實佢20幾㗎啦。所以我攞出銀包嗰張駕照擺喺佢面前。點啊？我已經20歲㗎啦。我21啊，或者23啊。咁你都係比我細。佢朝樣個駕照度篤咗篤眼。我完全睇唔出喎。咁咩關係啫？我只係比你大少少啫。佢依然係目無表情咁樣輕聲咁講。佢嘅雙眼似乎仍然都係盯緊住喺我咁無聊嘅電視畫面度，又似乎係遙望住遙遠嘅地方。清晨嘅體溫檢查結束之後，我掠過咗護士嘅眼睛，偷偷咁樣溜入咗去電梯。到達1樓之後，我故意選擇門診大廳嘅門，就咁樣大搖大擺走出咗醫院。我目的地並唔係 A 車站，而係被告知嘅比較遠嘅 B 車站。我並唔係想要走出去室內或者自己屋企。至今為止，仲未有人去其他嘅地方死。呢個係我之前聽到嘅講法，而且嗰個叫賴俊美嘅女仔，亦都似乎去過好多次 B 車站。所以就算唔知道點解，我忽然好想睇下嗰個地方。反正都唔會有啲咩監視員跟住我㗎啦。儘管心裏係咁諗，但我哋都係7樓嘅居民，同其他嘅住院者有啲區別。我懷住各式各樣嘅猜測，走喺晨光下通往車站嘅道路度。講起返工或者返工或者返學嘅人都急急匆匆咁趕路，之後我慢悠悠咁樣買住報紙。25分鐘之後，我終於嚟到車站前面，計一計，走咗相當於大約係公車開咗4站嘅路程。好多人啊！呢個係我睇到 B 車站嘅第一個感覺。